大家好，我係所長馬高。今集收容嘅係 FreeZero 推出邱福龍大師創作嘅虎甲人，準備去片。今次係由邱福龍老師親自監修，比例為1:12，高度約18cm 高嘅虎甲人。配件唔算多，一個級索睇到晒，有張說明紙同埋保養證。玩之前睇下張說明書有咩要注意。如果連埋頭頂嘅角接近成20cm，總共有3對手型。有2粒大髀角嘅配件可以替換。另外左手手臂有骨劍替換，影近少少睇一睇，1:12都咁精緻。見到腰帶有紅藍藥水嘅透明件，都做得相當細緻。試一試整體可動，頭部向上範圍就少啲，向下大約45度，用啲力向上都可以去到20度。頸嘅左右擺動大約20度，關節都比較緊，要用啲力。再試埋條腰嘅關節，向後大約20度，向前大約60度。再試埋轉左轉右，轉起嚟都幾實正，有啲似油壓嘅感覺。再試埋隻手嘅可動，見到膊頭又多咗關節，可以做多少少夾碰 pose。出拳 pose 會再自然好多，向外攤開可以去到80度，二頭肌有獨立關節可以轉動，再試埋手臂屈曲，可以去到160度，拳頭位置波裝都有正常可動，腰帶係分件，可以獨立轉動。見到底褲位置係軟膠質料，方便雙腳大動作接合。提腿就犀利啦，可以去到160度。仲要係好實淨，唔會跌返落嚟。向外攤開90度都冇問題。再加上大髀可以獨立轉動，
令到踢腿 pose 夠晒自然。膝頭屈曲大約150度。腳掌可動都夠晒實淨，有多組關節，抓地完全冇問題。啱啱試漏咗，原來隻腳可以褪落一級，令到可動範圍更大。再轉一轉，睇一睇整體嘅比例。全隻充滿生化肌肉感，啱啱玩起上嚟都有啲重量，應該係金屬骨架。再試埋換配件，本身左右大髀角係短啲，而家替換咗長角，睇到兩邊分別。再換埋左手臂嘅骨劍，再簡單換埋手型，簡單都可以擺出漫畫入邊嘅 pose。啱啱講漏咗，仲有着燈眼，呢個就入電位，係需要自己買電池，係冇開關掣，需要磁控開關。見到好有心思，磁石位於變身腰帶位置，磁控第一下係長着，第二下就係呼吸燈，第三下就係熄燈。最緊要嘅係裝埋個頭試一試個效果。現場好光，等我較暗少少燈。見到啦，呢個係長着效果。再試埋呼吸燈，好似有生命咁。再影近少少，着燈俾大家睇。到 pose 時間，提一提下邊嘅支架係唔包嘅。最後擺返個我心目中最型嘅 pose， 都完全冇難度。希望市場上可以出多啲港漫嘅作品。當然，一福龍虎甲人嘅系列仲有大把角色可以出，期待快啲有下一隻。今集虎甲人就玩到嚟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看。鍾意嘅朋友希望可以分享、訂閱、讚好，撳埋隔籬個啷啷，一有最新影片即刻通知你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。